至圣的上帝，阮伫搁偌济是阮备班要来迎旨，搁我的圣神进入阮的生命中。天顶的阿爸，天父上帝，阮对心中感谢你。你用何等充满关灵甲听的方式，找见耶稣来到世间，是阮世间人未堪得。伫每一摆搁偌济时，是阮伫生命中间一个真严肃的时刻，也充满渴望甲欢喜。伫严肃的中间，阮问阮家己，阮怎样咧生活？阮期待阮会当安怎？伫噩梦中间，阮恳求，互死荫、绝望、死亡离开阮的生命中间。阮知影这毋是肉体，这是一种新的圣神所带来国外的渴望。祝福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阮的兄弟姊妹带着祈祷的心进入礼拜堂的时，你的圣神对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来做工。愿你的恩惠是稳定每一个人，对囡仔到老人。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耶稣，你搁我的阳光，逐种上帝荣耀的样式，放伫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中间，互阮无论行到什么所在，人看到你，主愿将搁偌济的渴望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日，互每一个心中有重担、有惊吓、有期待的人，拢伫你的祝福的内底。特别当阮捧起你的圣餐的杯的时，主耶稣求你填满每一个人的祈祷，互因的祈祷得到应允。愿用较无的心来听候，陪伴今仔日的主日。愿你搁我的关灵伫每一个家庭伫阮中间。也愿你甲阮每一个当今仔日要侍奉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你互因所唱的诗歌，互诗会所选读的圣经，互阮所发出的祈祷，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也互人得到帮助。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做伙会来敬拜上帝吼。
主耶稣为咱被钉伫十字架顶，担当咱的罪，互咱得到医治，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互咱得到自由甲透放。十字架是救赎的记号，是咱永远的荣耀。咱做伙来唱这首《十字架》。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手边上我的意志，你手心房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耶稣背负十架，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手边上我的意志，你手心房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主耶稣为咱死，搁活，为咱带来盼望，赏赐咱永远的活命。咱相信上帝疼咱每一个人，因为咱是伊的宝贝囝儿。咱的生命充满着上帝伊美好的计划。咱做伙来唱这首《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活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
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爱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骗你。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愿准备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看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一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爱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骗你。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疼我做宝贝。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阮真正欢喜会当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做你的宝贝囝，真正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恳求主你欢喜阮的敬拜，欢喜阮伫咧你面前献上感谢的祭，甲阮献上阮家己诚做化祭。恳求主你带领阮的心，圣神甲阮同在。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永
的圣所举手，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罪。请咱闭目心来预备今日的敬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阁有丰盛的慈爱。圣诗，圣诗第123首美调，圣诗123首美调，请咱起立吟全首。耶稣真正是个我，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团归花，哈利路亚！感谢您是出大声。
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丘彼得罗任内受苦，顶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柄，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时三甲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23篇，诗篇118篇。启应文23篇，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亚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开阔的所在。有耶和华要甲我伫咧，我就无惊。人要惩罚伫我奈何？就甲我开义的门。我要入去感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的人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佮诚做拯救我的。西游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去厝甲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7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通达。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的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阿免。是咱过来念圣诗，圣诗120首。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请咱坐咧念全首。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问我，大家好打真情，伫教救主面前，我搁自问
我的下面，我放弃甲欢喜，只靠救主名字。阿门。是咱同心来祈祷。各位的救主，阮感谢，伫你成的主日，搁一届来甲你的圣殿敬拜，领受你搁大大的福气。求主你搁一届用你的圣神温润阮每一人的心，检查阮若有烦恼快乐，求主你除去，也有遐身体有病痛的兄弟，紧紧互因讨帮因的迄落病痛。搁一届来领受主你大大的国外救恩，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免。上帝有个就是多的世这时学乐请升歌队。我
恭喜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以西结书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除去亲像石的心，想事恁亲像肉的心。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互恁顺探我的律例，使我的法度来行伊。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6章3节到12节。罗马书6章3节至12节。且毋知恁囝仔会受洗来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礼来入伊的死，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死，佮甲伊同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阳光对死人中搁活，也要互恁安尼来行伊换命的新款，因为咱若联合伫第四个款式，也要联合伫搁活的款式，是在咱旧的人甲伊同定，互罪的体废去，致到咱无搁做罪恶的奴才，因为已经死，是得到称作义，来脱离罪。当咱信若甲基督共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人死人中搁活，无搁死，死也无搁管辖伊，因为伊的死是罪做一解死，伊的活是上帝来活。安尼，恁踮伫基督耶稣，就看家己罪是死，上帝是活，所以无得容忍罪王伫恁的会死的身躯。致到恁顺探伊的私欲。以上讲到破茧而出的新生命，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伫你过我的日，阮来敬拜你，这是一个感恩的礼拜日，这嘛是一个欢喜的礼拜日，这嘛是一个阮盼望的礼拜日。互阮伫绝望中间得到盼望，互阮伫惊吓中间得到喜乐，互阮伫软弱的中间得到快乐，互阮伫罪性困迫的中间得到讨棒，来过圣洁的生命。主要说你已经过我，恳求你活伫我的生命中。主要说恳求你过我，活伫每一个你所听的家庭。主要说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心内，甲因讲，甲阮讲，愿你平安。主要说，阮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愿你伫这个过我的时刻，将你过我的灵分入伫阮的生命中间。互每一个人拢得到改变，亲像春风吹入这个万米，互万米拢重新得到开拓。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听候你所想述各位圣神对阮讲话，阮静静听，恳求你讲，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愿咱享受主耶稣基督各位的开拓。兄弟姊妹，愿拄则祈祷会当帮助咱。互咱伫主的听堂的内底，特别伫今仔日，兄姐对咱来讲，过我是一个足重要的信仰，过我嘛是一个真实际，伫咱的生命中间，拄去提靠软弱，互咱得到盼望喜乐。愿主听咱的祈祷，互主耶稣带着伊的祝福进入恁的生命的内底。亲爱的姊妹，今仔日个礼拜，咱所祈祷的就是。互主耶稣基督国我的上帝，这段圣经是保罗讲了足重要，就是上帝的圣神，互主耶稣对世国我。亲爱的姊妹，
上帝圣神伫即个时阵听咱的祈祷，伊要将即个国我的亏力赏赐予咱每一个人。主，咱若毋是倚靠圣神，就无人会通得到亏力。我毋知恁会记得顶礼拜我甲恁讲一个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伊讲无人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除了圣神的帮助。这是顶礼拜的结论。第三个斯托德牧师对要学习亲像耶稣基督的人所讲，最后一个信息，咱会当决志，但是咱无拄拄会当成做一个真正活伫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今仔日最大的应允就是伫国外这时，互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圣神进入你的生命内底。愿主祝福咱，互咱伫今年的国外这中间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亲爱的姊妹，愿恁享受耶稣所带予恁生命的改变。愿这个主耶稣改变恁的家族，因为有的许多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将罪性、将错误的思想放伫你的囡仔身上，你免甲伊教，因为人学歹足简单。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有时咱感染着罪性，是咱的许多人因不知不觉中间，因所养成的无好的思想，也是个性，也是心思意念。今仔日圣经有3节，第一节是以西结书，上帝伫这个所在所甲咱讲的，伊讲：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的生命中间，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灵、新的心。意思迄个心，就是你的情绪、咱的心思意念，拢要因为圣神的同在，咱享受国外的快乐。这是今仔日咱同齐伫圣餐的中间要来领受的。咱甲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求你将得胜的快乐，对死国外的快乐活出来，迄个死实的关系，无搁再捆绑咱。咱伫主耶稣的面前，咱伸出双手，捧这个杯的时。所定的姊妹，请唔通袂记得为着你的生命的改变来祈祷。你甲主讲，主我将我旧的想法、个性以及上歹改变的习惯，主耶稣，互这个旧的习惯，甲你当中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今仔日帮助我破茧而出，这是一个一个真水的故事，但是我要甲咱分享。破茧而出有2个步骤，第一就是听候，迄个毛毛虫结一个结卵，伊结迄粒根的时阵，伊伫迄个中间要有一段时间，迄叫做基督徒叫做成圣的过程，脱胎换骨。后来伊要脱离迄个根，迄个茧，迄个茧就是捆绑咱久久的。你的生活习惯，咱的思想，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互我甲你各同各我，愿主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帮助咱。今仔日的圣经有3段，以西结书是上帝的应允，伊讲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兄弟阿们吗？咱伫主的面前，话你家己的心讲。主啊，将你的圣神，将新的心、新的灵赏赐予我，互我脱胎换骨。主啊，我以前的心思意念虽然是真诚恳，我嘛真认真咧思想，我嘛真认真咧改变。但是，若毋是上帝你的圣神的改变，无人会当改变。因为上帝讲，迄是我的灵，这个神、这个灵，就是互主耶稣对亡人。脱离事实，个我的圣神。今仔日这个圣神嘛，要带咱甲主耶稣同个我。兄弟姊妹，罗马书第6章第30到12节，是一段足深的圣经。兄弟姊妹，愿圣神帮助你，也愿上帝怜悯牧师有限的描述、有限的解说，也愿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恁带着较无的心。罗马书第6章，介简单来讲。就是用罪来死，用上帝来活，也这个是记起来。一生追求脱离罪的捆绑，无论是引诱，无论是情绪，无论是错误欲望，无论你的心思意念，恳求主耶稣伫今仔日，
互咱转向。人的转向非常的重要，已经决定咱的一生的命运。人要往上帝的光，还是要往世间的荣华富贵？人会选择决定咱一生的结局。兄弟姊妹，今仔日讲转向，往上帝来活，往耶稣基督来活。今仔日保罗甲咱讲的就是：我将我旧的心思意念已经交付主耶稣。保罗讲，甲耶稣同死，同钉伫十字架，同埋葬，同钉伫十字架，同死，同埋葬。这是一个人追求信仰灵命转变，一个真要紧的朝圣之旅。所以今仔日我要通过这两段的圣经，甲咱讲三项的代志。每一年的受难周，咱拢有祈祷会。是要缩短咱伫人生中间一生的一个操练。咱用受难周的祈祷会，就亲像暗暝要困之前，咱将咱这个软弱的身躯交予咱的上帝。主耶稣求你抱我伫你的行程，暗暝来临，主啊，互我伫你的怀抱的中间。明仔在天光的时阵，互我亲像毛毛虫，变化成为蝴蝶，破茧而出。新生命的开始，是带有上帝荣耀的一个祈祷。咱缩短一日的祈祷，变做一个受难周的祈祷，然后咱一生甲上帝讨就是：主啊，互我伫你的活命内底，我一生日日改变。现在你有期待你的生命是日日改变的生命吗？愿主帮助咱。所以罗马书第6章了后第8章11节，伊咧讲起。上帝的圣神，和主耶稣对死过活。伊讲，这个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上帝圣神也踮伫咱的内面。咱的肉体、咱的情绪、咱的灵魂，拢未得到改变。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听这个上帝的应允。以西结书第36章是一个救恩的应允。伊讲，我要将我的灵，我将我的神放伫恁的内面。下伫恁的内面，互恁顺探我的律例，遵守我的法度。意思就是讲，上帝圣神也踮伫咱的内底的事，咱就算做读袂明白的圣经，就忽然了解，因为圣神帮助咱，互咱明白，咱活伫什么种的境遇，咱要怎样来追求主耶稣的荣耀。直到有一日，咱见伊的面。所听的姊妹。保罗安尼讲，就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看家己是往罪来死，是往上帝来活。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罗马书第6章最要紧的结论，也是重点，也是咱咧讲的重点。所以简单来讲，保罗伫这个所在甲咱讲，就是讲，咱爱往主耶稣来活，往上帝来活，往圣神来活。罪已经放伫后面。所以放下屠刀，放下残累咱，坐坐垫盘，罪性脱离捆绑咱的为奴的奴隶之地。上帝带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不是一个故事拿定，这是咧讲起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摆脱离埃及，就是脱离迄个做奴隶。和过去咱的软弱，今仔日放落，上帝要带咱往得胜的应允的所在来行。所以保罗伫结论的中间，今仔日的圣经最后一句罗马书第6章12节，伊讲无得永稳，无得永稳，迄个歹的念头伫你的心思意念中间。所听的姊妹，求圣神怜悯咱，若毋是圣神来帮助。就算做咱家己咧行歹代志，咱嘛毋知咱家己咧做啥。你敢知影这个意思？有一阵时阵，咱糊涂的时，咱嘛毋知影咱咧做啥物。听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伊走去柬埔寨，我毋知你有看到这礼拜的新闻无？然后因为父母急，政府嘛急，找到伊的时，甲伊讲：带你回家吗？死还阁毋倒来。听讲，我毋知。但是真侪人伫咱的人生的道路顶悬，咱咧追求好，亲像咧追求幸福。
伊讲我的男朋友若无甲我做伙对，我都无要对。兄弟姊妹，这种的男朋友是会当一世人的嘛？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这种的重蹈覆辙，别人的故事甲咱的故事拢同款。你愿意，互圣神带你脱离错误的心思意念，这种的辖制你的习惯嘛？兄弟姊妹，为着成圣，就是脱胎换骨，毛毛虫变蝴蝶。这是今仔日的一个比喻，破茧而出伊的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脱离咱的已经伫罪恶中间的软弱的这个肉体，以及咱内底的情绪，伊讲私欲，有真侪错误的欲望，互人离开上帝。愿主怜悯帮助咱，兄弟姊妹毋通看轻这种的罪性，因为这种的罪性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囝儿。你的囝儿，你若爱伊得到幸福，你会为着你的囡仔改变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听的内底。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这3段的圣经讲到3项代志。第一，耶稣基督留一个样相，伊安怎活，伊安怎死，这叫做生死学。但是我要甲咱讲起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伫这个受难者的中间。牧师的家庭，啥物拢袂当做，阮就是伫厝内咧自我隔离，自我居家照顾自己。伫这段时间，上帝我真多时间就亲像爱待伫迄个梦空的内底，就亲像耶稣基督3工啥物拢袂当做。伫个中间，上帝将这几下真水的故事。时间无够，无其实我真爱甲你讲，今日一礼拜中间，我伫灵修的中间，上帝我读真侪经文，甲真侪真感动我的这个故事。其中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这个作者，伊是3胞胎的上细汉的，伊出世的时阵不到500公克，用美国叫做1磅450公克左右。所以出世的时阵，其实是足虚弱，带着真侪病，伊到年老的时阵，嘛是带着慢性病，一直到最后伊死。这个人是一个瑞士的人，但是伊后来移民到美国。上帝互伊伫真侪的病痛的中间，伊成做一个真贤教人生命功课、生命教育的老师。伊成做全世界足出名的畅销书的作者。全世界真侪优秀的大学甲学术机构争相的赠送给他荣誉博士的学位。这个人写几本足水的册，等一个牧师甲恁讲，生命的15堂课，要安怎甲囡仔讲死亡？天使走过这个地方，足水的生命的一个自觉人。我宁可讲较侪圣经。减少讲这个人的故事，因为这个人所有的故事，拢是对圣经来。我讲这个故事是为着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原来圣经是遮尔重要。我知影时间的有限，我嘛知影讲我要伫真谛中间将遮尔侪宝贝的生命的故事讲互恁听的是，有当时讲袂好势，求天父上帝圣神开咱的目睭。兄弟姊妹，愿咱遮最有福气的人，每一个人听会了解，每一个人对主耶稣讲，主耶稣道理毋免遐尼复杂，我就相信你。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甜的。今仔日我要通过这3段的圣经，甲咱讲，复活节3个真要紧的功课。第一，就是朝圣之旅。咱的人生每一天拢是朝圣之旅，目睭天金，就是咧看见上帝的脚迹；暗时要困，就是耶稣甲咱抱掉咧。进入迄个梦园的内底，伫迄个中间，啥物拢袂当做，但是生生不息。咱的人生是一个朝圣之旅。自从咱听到耶稣的故事，自从咱讲主耶稣，我愿意，咱领受洗礼。兄弟姊妹，伊讲这个洗礼就互恁对罪来死，这个洗礼就互恁对罪来死，都亲像甲主耶稣当顶是物个共款。洗礼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古早2000年前的教会咧洗礼时，应该涂骹乌一空足深的，那是一个浴缸，然后有一个阶梯，啊，搁一个阶梯，因对这个阶梯行落，啊，亲像咧潜水，啊，然后对迄个水窟对迄边爬起来。我伫罗马有一届的学习，伊带阮去看古早的洗礼地，就是安尼。就亲像对妈妈的羊水，对妈妈的胎内，一个定心安尼洗过。今仔保罗讲，洗礼是互咱对罪得到切去，对耶稣甲耶稣同死，同定是物件，同死同去活。这就是成圣、朝圣之旅。第二，伫妈妈的腹肚内，伫圣神妈妈的腹肚内，伫圣神的怀抱的内底。就亲像迄个毛毛虫，伊决定伊的时间到啊，伊要脱胎换骨，伊吐真侪牛仔屎，甲家己绑起来。但是忽然有一日，伊已经成圣。所以第二，基督徒爱追求，不但因信称义，第二，咱一生的灵修就是，亲像伫圣神的内面咧成长。第三。离开那个捆绑你的迄个牛仔的根，就是迄个咱咧讲蚕宝宝吐出来迄个卷。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阴影，有一个卷，希望你会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拢有一种咱不为人知的软件。咱惊歹势，咱不爱人知，但是咱犹哥不能不理睬他。因为这个茧是总动咱当大人，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三部曲，愿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一，我要甲咱对耶稣基督，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讲，甲耶稣同定是物件，同死同埋葬，但是最重要，同去活。兄弟姊妹，耶稣已经去活，伫什么所在？伫你的生命中，你相信吗？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甲耶稣讲：主啊，我相信你救我。主耶稣，我望，我期待，我恳求你今仔日活伫我的内底。我要将旧的活命甲你同定伫死命嘅顶悬，我要甲你同死，我要将我无好的习惯埋葬。所以伫西方的基督徒的家庭中间，有时因的父母会教因的囡仔一寡脱离迄种的罪性的一种的游戏。还是讲一种的祷告，伊会叫伊的囡仔画图，还是写几句，伊心内感觉很讨厌，伊感觉伊足软弱，伊就将迄张批写互上帝批，将伊的羞耻，将伊的软弱，将伊唔知影要安怎办呢？爱写伫，爱画起来，然后纸甲伊寄起来，伊爸爸会甲因用一个纸盒子，还是用一个铁盒子，去因兜后庭。甲伊埋葬，兄弟姊妹，就象征将伊的歹的脾气，将象征将伊的旧的思想，将伊的软弱，甲耶稣基督同死埋葬，去活。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安尼吗？你愿意蝶化吗？蝶化的意思就是蜕变，蝶化的意思就是对毛毛虫变做蝴蝶，爱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基督徒。要自人之人，才做长大成人。所以耶稣才会讲，天天背十字架，意思是将上帝真理放伫你的生命，天天的改变跟成长。最后，伫逐摆的礼拜日，拢是破茧而出的礼拜日。兄弟姊妹，逐日天光的时阵，目睭天金的时阵，拢是破茧而出的时间。所以。逐摆咱做决志，咱就是推开那个，把耶稣动起来迄个梦招。所以这些故事拢咧甲咱讲，其实咱的生命中间有三部曲。咱就今仔日的礼拜第一，受难周最重要40天，受难周最重要一礼拜受难周的祈祷，拢是要帮助咱、提醒咱，通过祈祷，通过安静，一日一日。迈向圣洁，
这叫做朝圣之旅。所以，亲爱的姊妹，你会当听牧师讲道，但是你若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予圣神的神，这个改变较慢，不是讲袂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脱胎换骨，求主互迄个国外日较紧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这就是朝圣之旅。伫这个朝圣之旅中间，有一个最要紧的决志，就是无搁再用稳你的歹的习惯，无搁再用稳这个捆绑你的习惯，伫你的生命掌权，无搁再用稳做伫你的生命中间掌权。20几年前有一届礼拜日，有一个兄弟伫咱教会上界快乐、上兴奋，圣灵运行的1994年之后迄几年，有一个兄弟伫礼拜堂的中间甲我讲，流目屎决志，我毋知伊咧哭啥，我甲伊问讲，我会当为你祈祷什么？伊足细声伫我耳旁边甲我讲，牧师，我是一个男子汉，一支2寸长的棍。我无使着改变伊，我嘛毋知影迄天我无咧讲改分，但是忽然圣神临到的时阵，伊发现伊有一种的软弱，是伊家己无能为力。迄嘛是我的软弱。我曾经在大学时期也感染了抽烟，足歹改，上歹改的是迄个起毛子啦。食薰的人上知影迄个起毛子啊，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有真多软弱，但是若上帝圣神临到的时候，伊要讨帮咱，罪无搁再伫咱生命中间掌权。那一次的祷告，那一个弟兄完全改变，伊毋捌搁一改点薰，我知。后来伊几个月后伫教会内底做见证，伊讲我毋知改薰遐尼简单。我伫讲台顶甲伊偷偷甲伊骂，伊可能毋知我咧骂伊。我讲臭屁！你顶礼拜哭甲，即摆咧讲改婚很简单。哈利路亚，兄弟姊妹，愿神掌权，愿圣灵伫咱的生命。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甲耶稣同死，同定十字架，同埋葬。你会当象征，亲如牧师甲你讲迄个故事，一个爸爸请。带伊的囡仔为伊的软弱，为伊心理的状况，将伊的恐惧，将伊的惊吓，伊画出来，还是讲写出来。你毋免甲你的朋友分享，你家己用了，你会当偷偷去带伫什么所在，还是讲无人看的时阵，你就甲伊烧掉。你甲主讲，我将这个祷告化作芳芳的祭，请到伫你的手中。主爱咱这种祈祷。愿咱伫伊的面前，这到底什么意思？当定十字架，当死，当埋葬。兄弟姊妹，咱人拢有一寡不为人知软弱。我嘛相信，在咱这中间的所有兄弟姊妹，咱拢领受过圣洁的感动，捌无？咱伫今礼拜中间，曾经感觉到有一种神圣的、良善的一种好的气氛。迄个好的、良善的气氛入来的时阵，互咱宁可放弃这个世俗的气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保罗讲，咱领受洗礼是归伫耶稣基督死。这句话足歹了解说。什么叫做归于耶稣基督的死？有两种，一种是将旧的老我交给耶稣，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日种种，比如今日生，甲耶稣同死。个另外一讲，归耶稣基督的死是公众的，因为耶稣的死不是为着伊家己，耶稣的死是为着世间的清气，耶稣的死是为着这个世间的完美，所以有一日，咱要为着这个世间的完美，你的家庭的完美，你愿意牺牲？愿主的圣神帮助咱，这两种咱拢得到。伫今仔日的礼拜，归于耶稣基督的死，认真面对咱家己旧的习性，毋是干那牧师带咱祈祷，
上界有影响咱的祈祷，就是咱家己的祈祷，上真实，也是上界伫上帝的面前得到帮助的祈祷。认真面对你家己，用祈祷告别你内底错误的欲望跟习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怜悯咱。所以洗礼是归伫耶稣基督的死，埋葬上重要，拥有新生命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是上帝天父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伊见证，所以上天的时候，国外是伊的学生看到伊的时候讲什么？耶稣的容貌，恁会记无？愿主将这个容貌荣耀赏赐给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要得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新的生命不再是毛毛虫，咱要做做上帝的样式。伫死的中间，甲耶稣联合结合，也要伫国活的活命中间，甲伊结连。这是应允，这是必然。所以兄弟姊妹，耶稣的死，第二种是公开的形象。拄则咱咧讲个人认真面对家己的内在，认真面对家己的罪性，过来，咱正做一个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了后，咱要担当耶稣所交来咱，让世界更漂亮，让咱的囡仔得到救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发出咱的祈祷，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软弱，求你怜悯我。我将我的软弱，将我心内真多迄个诱惑的迄种无力感，主耶稣，伫今仔日的圣餐，我交予你，我领受，我给出去，我得到进来，我给出去，我得到进来。兄弟姊妹，等一个这个长老若将这个饼甲葡萄汁放予咱的时，咱就先给出去，然后咱伸手领受，将咱的老我交主耶稣，然后将主耶稣带进咱的生命中间。主帮助咱，互咱明白。耶稣基督留予咱最要紧的功课，就是生死学，安怎活，安怎死。兄弟姊妹，死是一个禁忌，但是有时死是一个荣耀。愿咱明白这个生命，就亲像等下我要甲咱讲迄个故事，伊丽莎白，伊真做一个真高讲生命教育的人，伊最大的奇才，伊的著作就是要帮助人进入上帝所赏赐人迄个生生不息的生命。所以，伊拢常常提醒伊的演讲的听众，也是伊的读者。伊讲人一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为着将来死亡临到的时阵，做好预备。兄弟姊妹，咱若是认捌耶稣基督，咱若有准备，咱袂惊死亡，因为死亡临到的时阵，就是蝶化的开始，就是永活的开始。愿主甲咱三个地地，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愿圣神帮助咱用罪来死，用上帝来活，用罪来死，用上帝来活。有新的眼光，今仔圣经报道讲，当看自己是死亡的，当看自己是死亡的，当看自己是向着上帝活出新生命的人。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参与开始伫咱的生命中间蝶化的开始。这句话我有一个足深的感动，因为这礼拜中间咧读这个伊丽莎白故事过程中间，因为伊细汉体弱多病，伊后来年老慢性病，病痛困乏伊足长。但是上大的改变毋是这个，是伊开始真做一个教授，真做一个作者。伊又阁是一个欧洲的人，所以伫欧洲中间，咱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真侪犹太人，因死伫集中营。后来伫好奇的中间，伊发现，因为伊咧做这个生命的研究的中间，
伊走遍了真侪只集中营，伊发现有个人刺青，伫伊的手顶管刺了一个蝴蝶。伊发现伫迄个监狱已经互人关到死的迄个所在，迄个监狱的即个小角落，有人用毋知啥物物件刻蝴蝶，逐所在拢蝴蝶。伊发现真侪留落来遐的囡仔的图，有千千万万的图是画着蝴蝶。伊真好奇，为什么蝴蝶成做死亡记号？很特别的死亡记号。后来为着要解这个疑惑，伊访问真侪对集中营劫难重生，就是死无去，互人烧无去，互人无用毒气毒死的遐犹太人，伊拜访几啊万个对这种死搁活的犹太人，无搁活啦，就用死无去的犹太人，因问因讲，为什么在一个集中营中间会出现这个图腾？后来，伊伫伊的著作中间讲一句话，因讲这个人伫伊的生命中间经过很苦难的5个阶段，因为伊是一个心理医生，所以真够分析人的内心所拄着，伊写着5种人拄着这种极其无助的苦难中间有5个蜕变的5个阶段，对一个真愤怒，对一个真绝望，后来对一个真无法的。最后呢，伊有讲了5种。伫最后，伊讲一句话，伊讲画下这个蝴蝶，这群人，因有一个共同的祷告，就是等待蝶化。今仔日第2个我要跟咱分享的，伊咧听候，这是一个祈祷，听候一个噩梦的临到，因用蝴蝶来象征，有一日。当伊死了后，纳粹甲伊用火车规车载入去毒气室。伊讲：当我死的时阵，也就是我搁活的时，因为犹太人相信上帝要接纳因的灵魂。所以，兄弟姊妹，我用这个故事来鼓励兄弟姊妹。伫妈妈的胎内，就亲像约拿，伫迄个金鱼。鱼仔的腹肚内底3天，耶稣伫亡灵3天，这拢是咧象征咱的生命爱脱胎换骨。兄弟姊妹，伫咱共同的礼拜，嘛是咱一种妈妈的腹内。兄弟，你有大汉啊嘛？你有勇壮啊嘛？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帮助我，哪来亲像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哪来亲像你？牧师的讲道无拄拄，会当全然互恁有迄个真强烈的欲望，想要成圣。但是愿圣神伫今仔日搁我济，想使咱有这种强烈的祷告。咱甲上帝讲，主我真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毋是为着别人。我真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为着我家己。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互咱死埋葬，伫即个等待蝶化的过程，咱的一生命拢有即种的过程。咱也未完全真正，其实永远是一个蝶化的过程。用那伫大鱼的腹肚内底3天，嘛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你会通为着你的生命脱胎换骨来祈祷。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就是这个拄则我甲你讲的作者。伊讲为着你的将来做好准备，如何生，如何死。兄弟姊妹，基督徒是一个知影安怎活、安怎面对死亡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你若想要了解伊的心，有3本中文的册已经出版足久啊。我竟然毋知有这个作者，但是最近伫今年的受难周的过程，我感谢上帝，这个册名真吸引我。伊讲生命的课堂，伊讲我要安怎甲囡仔讲生命跟死亡。伊讲天使圣灵走过人间，
走过那个集中营，走过那个死亡的地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虽然是一个真忧伤的故事、可怕的故事，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我将这句话送给咱：为着你的生命改变祈祷，你甲圣神祷讲，亲爱的圣神，求你帮助我。我期待我生命的不一样。阿们吗？我仰望上帝，不是为了别人。你若是遐尼水，主啊，互我亲像你遐尼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爱搁做毛毛虫。求天父上帝帮助。伊听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出声祈祷，用你的心甲上帝讨。这叫做成圣的过程，这是咱生命属灵生命的转化。主听咱的祈祷，哈利路亚！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圣神刻伫恁的祈祷中间。听保罗所讲的话，伊讲：，互主耶稣基督搁我的神啦，踮伫恁的内面。这个圣神就要互恁会死必死的身体又活了过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需要生生不息。咱有时软正，有时冷淡，有时实际。但是愿主耶稣伫今年的搁偌济，互咱又活了过来。主听咱祈祷，帮助咱，甲伊同生，甲伊同死，甲伊当埋葬，但是活出来新生命的样式。咱甲上帝祷讲，天父上帝求你，互我亲像你。天父上帝求你，互我亲像你。最后一个祈祷，我要甲咱做分享的，就是破茧而出。亲爱的姊妹，祈祷，伫圣神的帮助中间检查自己，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甚么种物件困绑你？今仔日我讲这个兄弟结婚的故事，是无伫我的讲稿的内底。但是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有某一种的茧，除非你愿意，若无，迄个结难永远袂离开你。你相信吗？主我将我内面这个匣子，这个捆绑，无论是一种色情的意念，无论是某一种世俗化的习惯，主我将这个伫今仔日的礼拜堂讲互你听。天父上帝，我相信，我也要讲真正，你拢知啊。阿爸天父，我相信，我也要承认真正，世间人上困难的就是承认家己有问题。亲爱的姊妹，脱离为奴之地吧。兄弟姊妹，无人会当带你出来急。但是主耶稣今仔日伫咱中间，伊讲来跟从我，还在听到吗？主耶稣讲来跟从我，主要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阿们。主我相信，你要斩断一切瑕疵、罪性、思想、腐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真多，无人知，无真多啦。我相信袂真多，咱若有真多足麻烦啦，咱已经今仔日就足麻烦啦。但是莫讲足多，只要一两个，咱就袂足轻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圣神进入咱的内底。今仔日咱毋是听读圣经。咱伫主的面前讲，主我将我旧的人，今天我要交互你，直到我完全得到逃跑，直到我真的得自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兄姐，咱做伙来享受，咱做伙来做见证，毋是干那迄个兄弟见证讲结婚遮尔简单。
得胜的主耶稣伫今仔日甲咱三合伫地，互咱享受自由、脱离，进入上帝荣耀。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你已经告我，求你带阮甲你同到天国的所在，互阮进入你的国度，活伫天父上帝荣耀。这是阮心所求、喙所讨，奉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的应允，甲你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215首。耶稣成苦在咱中心，白饼断烧。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恩德的话。主讲：咬喙搭翕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弟弟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又擘饼，安尼讲，一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啊，这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着你的教示，来设这个饼甲葡萄汁，我们纪念主你的救恩。主伫你的圣礼典，愿恳求主耶稣你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主持，用你家己的活命来养持阮。愿奉你的圣名分别做圣。恳求你圣别这个所摆设的饼甲葡萄汁，互这个饼甲葡萄汁成做你活命的泉源。主耶稣，请你来，请你为雷，互阮众人甲主你通结连，通过这个圣餐来养持阮，互阮伫你的帮助中间，甲天父上帝重新和好，有一个新的约。伫阮的生命中，阮甲阮的罪就伫你的十字架顶悬，甲你同顶十字架，死埋葬了阴府。阮嘛伫你佮我的恩望的中间，领受圣神，对今仔日开始，活出天父上帝荣耀的画面。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养持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家所的性命，阿门。所以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永丰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旁边。所以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姊妹，咱用祈祷，咱安静来到主施恩座前。伫今仔日主耶稣佮我的主日，将咱的生命搁一摆来交托伊。主耶稣，阮恭敬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互阮归伫你的死，也归着你佮我的权能。主求你来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祈祷中间，养持阮。主耶稣，你活命的饼。互阮的活命得到饱足，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主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主阮虽然未肯定，主阮虽然未肯定，但是主，阮何等的幸福！感谢你，将你家己的活命赏赐予我。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我的一生。
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就用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来用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英宏长老甲终身长老来旁杯。所以说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杯。是伊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的宝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同心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极大的主爱，互阮领受圣餐，是阮灵魂的食物。我嘛深知你疼惜阮，你通过圣餐，互阮甲主耶稣基督三结连，诚侪上帝你所祝福信息的件子，
是你国度的百姓。主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将阮本身摆列互你，恳求你接纳阮，率用慈悲来帮助，互阮通持守甲你圣洁的交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准备用奉献来感谢。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求主耶稣给我伊的圣心，将伊的听放伫咱的生命中。愿主耶稣的听，甲咱三甲地地。伫咱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叫阮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心来祈祷，主耶稣，你的听遮尔深，甚至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阮何等会袂堪得？但是你听阮到这安尼，
主耶稣，当我用这首诗歌往你祈祷的时，求你，互阮无辜负你十字架的疼，互阮会记得，你用这种的款式，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专为着所有受阻挡、搅扰，甚至艰难困迫，主耶稣带阮进入你的国度，为着阮偷开黑暗关系的锁，互阮自由享受你的圣神，互阮得到逃放。主感谢阿罗你。愿阮一生活出你所欢喜的样式，互阮对四个我，互阮荣耀你的名，直到阮见你的面。阮同齐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有心敢有来？咱同齐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转有着有心，甲这礼拜所有生日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祝福，有心，互伊伫伊的一生中间，会通领受上帝你充充足足你的恩典，对圣神教育体，拢互伊充足。主愿将所有生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纪念因的欠缺，享受你的丰富，你的圣神带来各种的良善，互阮的生命活伫你的国度的内底。主享受因伫过来一年因的生日，所有每一日拢丰丰富富。愿将有心甲所有生日的人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赐福，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是我来报告，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是9点半伫咱教堂，拜三祈祷会8点伫教堂后线上。青少期的聚会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圣感的互赛下礼拜咱聚会请黄真执事领袖谢丽云姐妹、司琴陈美秀执事。虽然是我甲胡书记执事，爱参咱暂停。新港港的读经表，咱才安尼灵修。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过偌济有圣礼典、有圣餐，咱请兄弟预备心来供领圣餐，也领受互基督耶稣搁活的圣神。第二，因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赶紧交成绩单。第三，咱要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若有毋对，请过节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大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请为心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生命课业甲升学的来代祷；第四，为细汉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来代祷，妇人节以及祷告打赢。是咱吟上言圣诗为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四线，请曾牧师接导。阳光归
永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